即来个定要怎么做然后你这两天较重要，哦，57分，加4分，哦，这样究竟如何看成绩的，这样较重吼，也是强吼，加强吼，那个这个所在，这当然吼，跟他做不一样，伊可能讲金毛犬，这当中文化人。就是讲，讲讲分享，吼，讲大家讲叫做分享。其实从咱我是感觉吼，是因为咱是这个听，咱是这个当物件吼。物件你个人讲无要紧啦吼。你大家真正也无讲互相的勉励啦吼，互相的激励，到互相的鼓励啦。大家做做我来。那好像那同学们然后影响那好什么，那方面，那最起码那方面讲，那方面，那方面讲，咱哪去？到大家去到这所在，咱来管最好的，咱是到几多个？你会干嘛呢？你做华语的，不难，我做其他，对不对？你对讲我做那个，你若无这个无其他，你来弄这个经济啥？你都唔玩，你安怎？所以以前讲，咱人咱做以前有读，但是咱无法理解，这是做无太啦，所以你若去到什么代表，你若能够去做这个怎样，伊就100%来相信，我无骗你，100%来相信，因为其他因为经济所告诉，这个经济是这么做人讲，当然呢。这是很好，所以那个咱讲我这个所在看什么样的分享，先分到什么样的好了。